曾曝光中国集中营遭虐待内幕并逃避到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妇女托尔须纳伊，其位于阿拉木图郊外的住家上月遭到不明纵火。托尔须纳伊表示，2月14日发生火灾之前，曾多次接到恐吓电话。她丈夫跟被据信来自中国的陌生人警告不得发声。她说，虽然我逃离了集中营，但没有逃脱来自中国的威胁。自2017年4月以来，至少有180万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少数民族因宗教信仰等原因遭到强制关押，但中国官方对此给予否认。托尔须纳伊女士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中披露集中营所状况恶劣，包括妇女在内的民众被手铐、脚镣捆绑，并随时要接受提审问话。她在哈萨克斯坦申请庇护，但一再被拒绝。她表示，我放弃了哈萨克斯坦政府庇护我的希望，我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忘记我以及集中营的数百万人。2020年自由路上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没有围墙的监狱维吾尔的今天特展，3月14日起至4月5日在台中联农墙展开。活动由财团法人台湾青年基金会规划及布展，透过真实的照片和文字陈述，向全世界控诉中国政府肆意逮捕了超过180多万维吾尔人，并监禁于在教营中。这项特展由美国维吾尔协会和维吾尔妇女组成的团体共同策划，由台湾土bor之友会、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引进台湾。台湾青年基金会负责规划及布展，透过真实的照片和文字陈述，将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生活上的监控及监禁于在教育营中等暴行，以照片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武汉冠状病毒全球扩散，引发全球股市重挫。纽约时报引述长达100页的联邦计划报道，美国政府预测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持续18个月或更长时间及多次冲击，并造成普遍性短缺，给消费者和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压力。文件日期为上周五13日。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推出多项应对措施。文件指出，可能动用特殊的总统权力，其中一种选择是特朗普动用被称为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法律。这部在韩战期间的法律可以命令美国工业增加关键设备的生产，例如呼吸机和呼吸器。文件又指，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和通信渠道将受到压力，并且可能不太可靠。这些压力也可能会增加更新消息和协对这些辖区的指导工作的挑战。在欧洲，由武汉病毒引起的死亡人数增至3400，超过了亚洲。欧洲央行宣布了一项计建500亿欧元债券购买计划，以抗击武汉病毒爆发引起的经济放缓。意大利武汉病毒死亡人数新增475，累计死亡人数2978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其近15年总理任期内极其罕见的电视讲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国家没有面临过如此赖于我们共同团结行动才能应对的挑战。默克尔表示，我们对于常态、公共生活以及社会生存的认知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通过推特发声明说，一位61岁武汉病毒患者去世。部长科贾说，接受治疗的确诊病例上升至191例。土耳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继续采取措施对抗武汉病毒。总统埃尔多安18日在安卡拉主持召开会议，会议上评估科学委员会就疫情发展提出的建议。由于油价下跌，沙特阿拉伯政府已决定在2020年预算中减少500亿里亚尔。沙特阿拉伯财政部长寨丹说，到2020年预算支出将削减203亿美元，不到总支出的5%。寨丹指出，做出此决定由于武汉病毒引起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急剧下滑及其对石油市场的负面影响。在沙特阿拉伯2020年预算中，支出为2720亿美元，收入为2220亿美元。
在烈士纪念日和达达尼尔海战胜利第150周年之际，在恰纳坎累举行了纪念仪式。然而，据宣布，由于武汉病毒疫情影响，许多集体活动被取消。